今日我哋嚟講下香港一位近年好出位嘅玄學家七仙羽，人稱七師傅。七仙羽喺 ViuTV 節目好出名，佢講嘅師傅愛你同埋有口音嘅廣東話好受歡迎。但係最近佢俾人指控呃錢同埋冒牌做慈善活動，就將成件事嘅花生指數推到5樓咁高。我哋今日會同大家整理近期爭議事件嘅前因後果，陪大家一齊食花生。七仙羽本名叫趙靈，1968年8月8號喺馬來西亞一個華裔家庭出世，喺台灣、新加坡長大，後來仲去咗英國留學，攞咗新聞學士同商業管理碩士學位。佢早年做過記者，例如喺台灣 TVBS、美國之音同法新社工作，仲兼職做過填詞人。因為自細身體唔好，佢拜師學風水命理，師承七星派同茅山派，之後改咗道號叫七仙羽。佢識中國玄學同西方玄學，仲歸依佛教，出過運程書，寫過風水專欄，連中醫同自然療法資格都有。2020年起，七仙羽喺香港 ViuTV 好活躍，參加過七福星、七救星等嘅節目，帶有口音嘅廣東話同親切嘅風格受到觀眾嘅歡迎。而佢亦有份做慈善，例如2023年5月14號嘅康乃馨大行動2023。不過有冇公開籌款就揾唔到記錄。有關對七師傅嘅指控，第一，面財問題，七師傅近年俾人話面財，以下係重點事件。響2024年2月，據東網講，有位葉小姐話2023年6月因為屋企人有官非，揾七師傅買法器吹吉避凶。本來佢只係想買3條每條350蚊嘅孔雀羽毛，但最後俾咗190幾萬。佢話咗3次經歷，第一次俾咗10.5萬蚊做八字分析同法事，第二次七師傅話佢同細佬犯太歲，要做100年法事，佢俾咗120幾萬。第三次再俾50幾萬買金塔同一塊布。葉小姐覺得俾人呃咗，話七師傅利用佢嘅信任呃錢。至於七師傅當時點回應，七師傅話葉小姐大話連篇，話實際收費只係50幾萬，唔係190萬。七師傅仲話葉小姐話自己由英國返港，帶住個唯一親人，一個智力有問題嘅細佬，話同身故兄長嘅太太有金錢糾紛，屋企負債深重，經遺產俾人搶，所以揾佢幫手。七仙羽話所有收費都有講明，金額合理。到咗今年4月，網上傳七師傅涉嫌詐騙俾人拉咗，佢即刻喺社交媒體反駁，話俾人搞，意圖搞亂佢信用。佢話之前用慈悲心忍耐，但而家要反擊，話遇到魔眾，慈悲化解唔到，就要用兇惡傷寒魔。佢仲話會公開證據。到呢幾日 YouTuber 五仔就連環出 post 隔空開火。五仔聲稱有好多受害者同佢報料，其中有件事就係話七師傅收咗人38萬，話可以令人哋個仔入讀聖保羅男女校。最後結果入唔到，七師傅叫個受害者可以報讀另一間名校聖 Paul Convent School。但留意呢一間係一間女校嚟嘅。五仔而家仲叫所有曾經俾佢嘅受害者出嚟向佢報料同報警。而家雙方都話會出律師信俾對方，就後續係點就有待觀察。五仔對七師傅嘅另一個指控就係冇慈善團體牌辦有牌，叫人捐錢做善事，話佢冇合法許可證就做慈善。例如2023年康乃馨大行動，但冇證據話佢有冇籌款。仲有人話佢提供超度英靈服務，每靈3800蚊，3靈11400蚊。有客戶唔滿意要求退款俾佢，喺 YouTube 鬧佢神棍八婆騙錢。根據香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17I 條講明，冇社會福利署許可證係唔可以喺公眾地方舉行慈善籌款，違法可罰500蚊或坐3個月監。如果七師傅真係無牌籌款，就係犯法。但而家仲未可以證實。而家對七師傅嘅指控反映咗大家對佢出現咗信任問題。至於此指控雙方都有唔同講法，要更多證據。如果無牌做慈善事業係真嘅，七師傅就有可能犯法，但而家證據唔夠。香港法律係為保護公眾，建議七師傅都係早啲同公眾交代清楚。我哋係專門出時事片、黐流量嘅時事菠蘿雞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就CLS啦。